懲教管理局通過系統化嘅課程學習，幫助在囚人明確國家安全嘅內涵，明白維護國安唔單止係義務，更係守護自己未來人生嘅關鍵。以書為鏡，明辨是非，令在囚人將國安理念記喺心裏面，落實喺行動上。步操訓練嘅唔只係步伐，更係對規則嘅敬畏。整齊嘅步伐係對規矩嘅尊重，更係對未來成為守法公民嘅承諾。通過公民課，讓院生建立對國家嘅正確認知，厚植愛國愛澳情懷，為成為合格公民打下良好基礎。以學習蕩滌心靈，讓每一位在囚人及院生重返社會嘅時候，都能成為護國守澳、遵紀守法嘅良好公民。